講乜先？講乜先？電視大戰一觸即發 ，ViuTV 就成功搶客，太陽收視首集攞8，搞到無線臨時變法。點知土姜笑到唔停，阿 K 演技被批係0，又見嘉穎曲5個0，難怪太陽收視急升。聽講結局係 sad ending， 轉頭又話 happy ending， 未知結局震唔震驚，點擊一定勁過星星。即使惡霸使唔使死，粉絲見仲基肯定冧死，追足6日力竭筋疲，一見仲基成個彈起。品牌揾佢合情合理，8萬騷價都願意俾，以為品牌有眼無珠，依家個個都唔執輸。經過太陽洗腦灌輸，全民酬金勁過光豬，呢期仲基實冇得輸，冇得輸。